就刚好有一个朋友 SB 的朋友呢，他们就来告诉我说，其实现在医院是很缺这个机器的。那我听了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哦，真的吗？然后我就开始去查证，然后查证了之后发现是真的，因为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朋友一定是医生朋友，所以我都很爱我的医生朋友们。对，我想要，然后我就查证完之后呢，我就发现说这件事情是真的，然后我就说好。我就是一定要来想办法，能够募到几台就是几台。然后我那个时候自己的目标是20台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靠我自己的力量募到20台，那我就可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，希望可以让全部的人知道说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做。所以我心里是想20台。然后我就第一个就打电话问我老公说：“喂，王兆杰，我就讲完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就说王兆杰，你要捐几台？”你们知道我老公怎么样吗？我老公就说：“你这莽夫！”他就骂我是莽夫，骂我是渔夫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毛病啊？你要不要搞清楚到底？”就是这是什么机器 ，blah blah， 就讲了一堆那种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就是搞清楚啦。他就说，你去搞清楚。那我不是就跟你讲说我搞清楚了吗？好吧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就是在滑，就是很多不同的医生的讯息啊，还有护士的讯息就会传给我。然后我就滑，就刚好滑到了我们有一个群组。然后我就在那个群组里面说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就那个群组里面就是有我最伟大的神队友富邦董事长，他就立刻说，当然他也去查，然后他一查完他就立刻说是真的，然后他就说他要捐100台，那个时候是说他要捐100台，然后我就想说什么 ？What？好，然后呢，我就再打电话给我老公说，到底要捐100台，你要捐几台？然后我老公就说，是哦，还在那边讲是哦。我说我没有骗你。结果他一听到大董，他就知道说这个事情是真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说他要捐10台。他一开始也是说他要捐10台，就最后那个。我公公就说他要再多捐，就我们现在就是15台 ，OK。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，我可以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真的是可以有更多的数量。然后我就是真的每一通电话打去给朋友，然后很多电话哦，我有打，好，我先讲，我打给那个徐熙娣。然后徐熙娣呢，她又是一个超级大宅女嘛。徐熙娣，你有来吗？哦，徐熙娣就是一个超级大宅女。然后她就说：“是哦。”然后她就说：“反正你跟她讲太多这个机器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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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她也是听不懂。”然后她就说：“好啦，永杰，那就她就说她要捐1台。”然后我也很开心，真的。然后接下来我就打给黑人跟范范。然后范范呢就比小 S 大方，他捐了2台。他说他跟黑人1人1台。对，很多人都在讲说，为什么贾永杰就是可以这么快的速度就把机器买到了，然后机器也送出去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没有为什么，真的是因为我是一个疯子，我超疯的，你知道吗？星期5的时候，就是需求就出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建立表格，我就是想办法用最快的速度，让前线的战士们有子弹可以用。那我们后勤就是做支援，我真的就是一个支援前线的概念。然后有人说，台湾分裂，台湾早就分裂了，难道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我一定是被派出来要攻打民进党的人，然后说我最终的目的
就是要分裂台湾。Hello， 有事吗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别人呢？我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分裂台湾。我是哪根葱啊 ？OK， 我真的要跟大家讲，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每一个人讲过的话、说过的事、做过的事情，都会有记录的。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我都是说顺时钟的人，绝对有记录，你们绝对可以去看。顺时钟爱台湾，到现在我说的都是同岛一命。我为什么是被派来打民进党的人？我从来没有说，算了，我送便当给医护，然后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很忙，他们就在订餐的时候都会多订一份送我家，超暖心的。我昨天也收到了朋友寄来的花，然后朋友寄来的食物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好像是一个团队。